到了我没到你就等着，要是你到了你还没到，我等着。没事吧？哥哥也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动啊！哎呀，接着点啊，姑娘，让我来。姑娘，哎呀，妹子，你看你这累的都出汗了，我来。哎，会伤。姑娘，没事。你给他爹打电话，想跟他们开会吧？对呀。啊，那我走吧。啊，为什么要发信啊？他真的不假，能办就能好，大家。到了，那是怎么办？这姑娘，跟你人家说的那个很美欣赏。那我也给你买个保险同意。我媳妇收拾收拾也是小姑娘。